如果同我一樣係好希望自己英文係獲得飛躍嘅成長嘅話咧，咁就快啲過嚟報讀 Miss Janet 嘅課程啦！大家好，你哋可以叫我一言啦。我今次 DSE 咧係成功攞到咗 overall 5星嘅 grade 嘅，有3份卷咧係攞到5星星啦。我覺得 Miss Janet 嘅課程同市面上其他嘅補習班比咧，最主要就係佢好搶，但係搶得嚟咧，同時又融入咗好多比較輕鬆嘅元素，不斷急速咁樣吸收知識嘅同時咧，都可以唔會有好大嘅壓力，可以聽下啲笑話輕鬆下，令成個上堂嘅氣氛係好開心嘅。我覺得最大嘅幫助主要就係Paper 4説話同埋 Paper 2 writing。喺卷4方面咧，Miss Janet 提供咗好多高強度嘅操練，俾我同其他同學去練習説話，同時亦都有比較專業嘅助手去幫手去複核翻我成績，令我可以即時知道我嘅表現係好定係唔好。喺做writing 卷嘅時候咧，我成日都用唔出我自己嘅知識，因為我揾唔到一啲確切嘅方法去把我嘅思路寫出嚟。Janet 課程咧提供咗好多唔同嘅 vocabularies 同埋唔同嘅架構，令我可以把我心中所想嘅嘢寫出嚟。我之前喺Form 5嘅時候未報讀個課程嘅時候咧，我寫作嘅 grade 咧係接近係 Level 3，講緊10分11分，但我而家已經係可以攞到20分，overall 可以攞到40，係5星星嘅水準。我非常之感謝 Miss Janet 嘅呢樣嘢，係好希望自己英文係獲得飛躍嘅成長嘅話咧，咁就快啲過嚟報讀 Miss Janet 嘅課程啦。